比較生妒忌和貪心，作者青蘋果，愛萬文靈修分享。不可貪戀人嘅妻子，亦都唔可以貪圖人嘅房屋、田地、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申命記5章21節。呢段經文係神俾我哋嘅第10條誡命。係好清楚咁樣寫喺聖經上邊，即係神嘅話語。如果你貪戀其他人嘅擁有嘅嘢，即係你心裏邊已經喺度比較緊你自己同埋別人所擁有嘅嘢啦。比較係會偷取你嘅快樂同埋浪費你嘅時間。點解你唔將你自己擁有嘅時間去為自己擁有嘅嘢而開心快樂呢？如果要跟別人比較呢，就更進一步嘅時候就會成為貪戀別人所擁有嘅嘢㗎啦。咁樣就會失去咗你自己本身所應該有嘅快樂啦。每秒鐘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你嘅生命都係一分一秒咁樣嚟計算嘅。如果你浪費咗一秒鐘去嚟跟別人比較所有嘅嘢，即係代表你已經係浪費咗你嘅生命嘅一分一秒啦。你就算係用一秒鐘去比較別人嘅事情，使到你自己唔開心，就代表咗你浪費咗一秒嘅時間去令到自己滿足同埋快樂嘅時間啦。進一步嚟講，去同別人比較就係形成妒忌嘅第一步。下一步可能你就會成為貪戀別人嘅衝動，再進一步就係因為貪戀而犯罪啦。如果你研習聖經嘅話，你就會發覺聖經喺度教導緊你離開撒旦令你犯罪嘅陷阱，千祈唔好俾撒旦有機會因為你心裏邊嘅比較而帶你進入犯罪嘅圈套裏邊。因為耶穌基督無條件咁樣愛你，並且願意為你犧牲，佢連自己嘅肉身生命都可以為你獻上，佢又點會唔俾最好嘅教導俾你呢？你嘅價值就等於佢嘅生命，咁你都唔相信聖經係會俾最好嘅教導俾你咩？等你離開犯罪嘅陷阱啦。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感謝你賜下10誡俾我哋，仲有耶穌基督嘅愛嘅誡命，使到我哋知道點樣去行事為人，去面對呢個充滿詭詐嘅世界，而唔至於墮落於撒旦誘惑我哋去犯罪嘅陷阱裏邊。求主使我明白你嘅教導，實踐你嘅旨意，喺呢個詭詐嘅世界裏面分別出嚟，成為你嘅兒女。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哋有感動嘅話咧，就俾個 like 我啦。如果你哋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就撳 share 啦。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願神大大嘅祝福你，再見。